你好，我是王小 K， 欢迎大家收看出名台会。我了下系度发电人嘅水每项，看到我后背了就是发动中国嘅战机。 前景非常安详哦，无怪西半部嘅印度动好，你都了达无你往了。不过呢，其实生发度财体嘅见面，记到前景就安分去安快乐么？因为了解交通方面嘅限制还有魔力片，所以大类嘅系记到生发实际嘅困扰闹问题哦。记者看到后背了解发动铁路天气化嘅动度嘅进行，还有推球线嘅必发工厂也有天天都该做。不过财体见面记到最细口嘅，还系一条又佳又安全又舒适嘅路，做得前景咧带动记到嘅 发展还有满足生活嘅需求哦。因为今日出面台府的雷到了，大部现场来求到立法委员相关嘅部门相关单位，还有财体嘅见面强下来快讲讨论，到大家嘅发动快速投入，佢做得做嘅什么？因为两批去到讨论嘅现场，开会了。 大家你下度听恁讲条来到出面台会嘅讨论现场哦，看到天根本天气也蛮好哦，两爽，大家都启动了评论快讲。样片呢为大家咧召开今日参加嘅提评里边，体育委员咧召开系立法委员汪天信，王委员早安。大家早，各位客家乡亲，大家早。欢迎杨委员。体育委里边呢，咧召开系公路中桥嘅副桥长曹庆发，赵副局长早安。大家好，大家好。早。 第三位里边呢，呢个召开系发动中国管理处的处长洪东涛，洪处长早。大家早，大家好。欢迎处长。第四位里边呢，系呢水媒提供嘅代表，召开系钟永春，钟台哥早。大家好。欢迎四位里边得到呢强下对关心呢发动提起了解吼，生活嘅交通到底有利偏冇？现场也看到东年轻嘅呢水媒嘅客家乡亲，大家都来咧哈，大家早。好，欢迎大家前期阿慢要尽心，因为呢，今日大家其中强下对讨论几条最关心嘅问题就系交通。呢度正式讨论之前呢，先来看一段样片，来好好了解。让我讲，你发电提起人呢，安需要一条又利偏又安全嘅路呢？ 一条路对人的生活影响多大有一层。法令我哋当要讲中来，讲模式嘛。救护车吼，其当场都无送过界，都而那两个条水门伊遐送吼，那唔免送去玉里，都会送去枫林。吉普啊，即系乡土度边个一个前途下台哦，我哋去到西部看哦。 刘木金呢？喺发动体系因为投入建设设法促成产业医疗的模仿片，甚至被促成也会支援一家一条。阿公阿婆在一起住的是谁？有谁？我有个阿嬷。在偏乡地区算是都很高。那以我们学校来讲，大概60%，就是说我们在亲师沟通方面的机会就会比较少。 那比如说孩子有需要成长或者改进的地方，可能在家庭方面的着力就会比较低一点。交通建设本来就系经济的命脉，关系到地方的产业和个工作的机会，甚至影响到成人的家庭结构。我做两路的个两个顺的天，我心桥老拉都过改变去呀。咱嘅田路背吼，做一球场做得古来。 对哦，上下都爱到抢命啦，买毛票好赚呐，像去年下都冇赚呐，哎呀，毛票啊。老人家和个成人呢，系最需要本人照顾的族群。如果睇发动体系，使有千太嘅比例，喺老嘅些重复照顾，和平爱困时成突错发，甚至会造成人命无法度救顾老嘅危险。老人家不小心把那个降血压的药没有放好，那小孩就吃了，小孩子已经非常的意识混淆，然后昏昏的，然后那时候如果越快越好，可是那个老人家就很紧张，我们这边的只能救治在凤林或是玉里。 所以他就干脆直接自己开车去，在半路就小朋友就不见了，那就蛮遗憾的。因为交通为实质的生理识别，也係睇萬乃弄係快速道路、搶手里行錯路唔驚啊無路好行嘅時鋪居民，先嚟提飛嘅。不過按多年來，發動年輕希望嘅快速道路嘅工廠建設，也係在限體規劃和個評估當中。
感觉要着探探甲避爽哦，然后平常时掠甲棍棍好对都发动利用，爱用快快乐乐甲清洁冇嘛甲强用呢。总大个，你系安尼水母菜田因哦，拄了篇生法又是唔是嘅研究咧吼？发动提起大家平常时就讲，你系河上河水河萎缩啊，你了往了冻河啊。因为冇嘛甲困啊，冇甲嘛甲痛苦，你甲是不是甲观察做啲利用那个机会，然后安尼全国家向前朋友讲冇？咁嘅伫你啲花莲那邊嚟講，花蓮啊台九線吼，花東公路算咧死亡公路，專門會死亡。因為嘛該查通啲入邊，路嘅個路況又無同吼，故所以你花東嘅民眾啊，真正係有較大嘅問題，也係還有急事嘛該，根本緩不濟急啦吼，而盼嘛該真當無方便，嗌上你喺你東埔所有嘅鄉親，也信心原來。DNA 咧心裏，因為想講影響嘅整體嘅呢個方向。所以那個路吼，唔係棍棍你有田，對你菜田因來講係生發嘅路啦吼。你也啲咧現從咧到錄音庫嘅會長哦，因啲咧發展提起錄音嘅研究下多啦吼。係咪兩個問題常講會長係到哪位啊？會長你好。會長，我請教一下哈，前一陣子新聞報道，我們瑞穗國中有一個小妹妹哦，報道的那時候宣騰一時受到很多的討論。她為了要把阿婆送到玉里南區的玉里去救治，然後呢又要趕回來考期中考，然後呢只好沒有什麼車可以搭，只好是用跑的跑回來。我們一般開車從瑞穗到花蓮到玉里大概20分鐘左右啦。24公里。對，那但是要用跑，可能跑1個小時、2個小時。這個問題，新聞事件可能凸顯幾個問題。第一個可能就是隔代教養，剛剛影片中看到了。再來一個就是偏鄉醫療，再來一個第三個就是交通的問題。請問我們問一下哈，從瑞穗這花蓮南區來講，我們的老年人口多不多？我們現在碰到的交通問題跟我們的醫療整個結構，是不是產生一個很大的衝突？水媒的人口吼都進步咯，最新的資料12172人。老火已經到65歲以上嘅老火吼，標準嘅吼。世界嚟講，7%吼是算老火鄉老人鄉，你水面幾多？2330，佔全鄉嘅人數是19%啊，19吼。哦，差不多有19%哈。19%，兩成多了哈。那後生成年人嚟講，14歲以下有幾多？你啊有2315個人，2300。吼，佔11%，吼，你用老火然後生意嚟合作就30%。所以按道甲你講老火，還有台泥設置都動到，還卡平常時吼，就係講無論圖書也好，是群醫生也好，坐鐵路、坐火車、奉片麼，還係講聽從會用公路，你下個公路又滿足到大家嘅需求咧麼？你到花蓮吼70公里，差有麼？有，但是9當是飆差，你若坐公路啊，2點鐘就會到。花蓮客運嚟講2點鐘3點鐘，那市區河就下夾到位，但是飆速前手已經都飆停啦。會長，你哋係大度水妹嘛？嗬。你烏下嘅生意呢係度特別做些？我生意都推北推南。全部都推北推南，記得全部用解散咯。所以今年全部3敗啊。好，非常感謝會長今日現身說法哈，人哈不只是為了生存，更要是好好的生活着。不管是在醫療方面該照顧，還有天倫家庭的團聚，可能都是一條道路要帶來的。我們謝謝會長。好，你係呢採題嘅民眾都當你講出幾條嘅線上，你對倆杜楊志謙啊也採訪咧個提起，幾條大道花蓮是一對交通嘅需求，幾條嘅線上又係乜嘅？你對群幾條嘅線大法。花東公路有一個惡名，人稱的死亡公路，但是因為可能要經過很多村莊，通過很多密集人口的地方，這是比較危險的，所以我們很希望花東快速路能夠來闢建。如果有快速道路的話，那個方便性很足夠，然後那個如果緊急醫療的部分的話，那現在目前是送到玉里或是鳳林。然後那邊的醫療設備並不是非常的完善嘛。花東快速道路對我們來說的意義其實是一條很重要的生活的道路。那麼檳榔村這一個地理環境呢，有一個非常沒有辦法解決的，也就是說，它這個鄉村的這個道路非常的小，根本沒有辦法拓寬，勢必一定要從南邊的這一個太平橋呢，直接的用高架橋方式通過我們苓雅溪。那麼連接到北邊的這一個道路，這樣子才有辦法。
好，其实按你尽力归纳台提民众所提出的意见，有办对了发展的交通给到市区没办法得到满足哦。看到其实这个花东生活的问题集中在这个交通的不便上，可能衍生的相关问题动斗，包含体育改就系治疗，跳下动斗用进度共斗，这个前送后送的问题都会一起交通改。奉免哈，所以这个交通不方便，医护留不住，病人也撑不住，很多都不见了哈。他个受到教育的问题，了解系这隔代教养偏乡问题常常会产生的，受教跟教书都可能很困难，就业就更不用讲了。刚刚我们的会长讲到，他的孩子们都在天蒙黯然，该北埔也南埔都走谁，天伦事业难两全，这是一种无可奈何，认为。在偏乡地方居民的一种心声，他看产业方面可能也很影响的，因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可能都跟交通的动线是密切相关的，农产出不去，游客也很难进来。这边问题我先请教我们的王庭生王委员哦，我知道说我们的花东快速道路的建设条例草案已经通过了，它的初审第一审已经过了哈，可以告诉我们吗？我们想象中的花东快速道路是快速到什么程度？它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它的功能定位是在哪里？花东的这个两线啊，其实公路啊只靠台九线够吗？不够。那么为什么不够？刚刚我们的钟代表也说了哈，台九线事实上是一条死亡公路啊，未必这个赵局长会同意的哈。但是呢，我也不要说明哈我在东华大学担任教授，我也常常提醒我们东华大学的学生，你们从西部来，看到路那么宽，看到车子那么少。的配车了哈，车子开得特别快，那特别快就会造成许多的这个死亡的这样车祸。交通真的有压力，有压力。台九线尤其台九线它是一个省道，它一定有红绿灯，一定有缺口回转道。那么快速道路之所以能够保障安全，事实上快速道路它并没有红绿灯它就是一条直能够这个从南到北的一条道路。所以这个花东快速道路建设特别条例就要向所有花莲的乡亲说，这一个条例通过会成为正式的法案，赖以为来编拟这个建设的经费。是我想公路局他也相当的重视这个条例。事实上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编列了1500万的经费来做这计划性的可行性评估。公路总局的副局长今天也在做，请问一下，这个评估做了现在3月4月3-4个月了，有没有些什么新的进展跟我们乡亲朋友说明一下？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从去年底我们就编列预算开始在做那个整个花东快速公路的一个可行性评估。因为要做一条快速公路我们举一个例来讲，我们第2高速公路，我们从开始建设一直到花苞施工它有经过的部分，包括可行性，包括环评，然后包括规划设计，然后才能够办理用地取得来施工，这个有一定的一个步骤在走。那第一步的就是可行性的部分因为我们至少要先了解说它整个一个路廊要怎么走，路廊要怎么走。那另外它经过地质状况条件是怎么样，要做很多功课哦。对。那我先请教一下副局长，是。那目前这个花东快它对路廊的一个规划，到底是全新辟一条出来呢，还是要跟现在的台九线来做共构？这里面我们现在顾问公司给我们的几个方案里面有好几个案子那其中也有包括说跟台九线共构部分，但是在局里面这边的话，我们本身在考量就是说它共构有一那困难性。因为包括它施工的时候，那等于是说一个交通黑暗期。第二个就是说它施工的一个技术的部分。那整个在沿线这边沿路来做的话，那个高架那施工的技术是会拿高，因为你施工的期间的安全维护的问题那全新做一条，这个预算会超过本来预估的1000亿更多，还是更低啊？基本上来讲的话，应该是差不了多少，因为我们在看这整个花东地区来讲的话，我们在就说有很多我们可以沿着河边来走的，那土地比较便宜实际上来讲，它差异最大是在用地的部分用地的，因为在你这边的话，台九线共构，它可能再多增加拓宽一点的用地费用，可是在走新线是全部的新的。副局长要请教一下，现在的花东的台九线全长大概186公里那么长，那我们的花东快做好大概是几公里呢？节省多少时间？我们现在初步拉出来的线大概有160公里左右就是从我们从基安到资本，便宜20公里了，少了20公里，少了20公里。好，谢谢我们副局长做说明，待会还有一些问题要继续请教。仲台哥，我想会请问一下啦，其实也好发展体系我们也从一种事实客观的角度来讲，
地方政府有点长期的忽视，导致我们现在的交通确实落后了30年、40年。我们的马总统都说，就对我们东部地区的人民有一点愧疚啊，有点亏欠。那现在这个道路要做，因为他们讲说，我们有台九线，听说我们现在的花东电气化铁路也快完成了。一般来讲说，是不是有铁路就能够满足的呢？我们的台11线也拓宽完成了啊，是不是有想到过这个我们花东快速道路的迫切性？你的西埔、北埔、南埔，有1个、2个、3个，还有东西向的有10个条。另外，你上面讲过，你台铁还有个高铁，对南埔、中埔、北埔来讲，交通完全冇问题。但是，你对你花莲来讲，单单一条你个花东公路，你看拓宽安久了，很多的广福厅。广福以北咩还有忙做的哦，丰年集团你哋下背到富里到台东，等到河年马月过来，你哋铁路哋电气化，咩希望你嘅政府一段时间有你关心，有你做，但是当多东西，你讲嘅平颈路段双线铁路电气化，但是你嘅希望要求是讲花莲到台东。最好是松线，因为松线来讲实在，你要做的工厂应该钱唔会增加到那边去。是讲按你对交通、对你花莲、对你东部掠到民众，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一个交通方面的个满足，这样做得对你就交代。所以中台共业意思讲，就算是有铁路，也有台11线，也有台9线，不过他们之间可能就做互补性，没有完全取代性。你还很细绕又一条，还卡起家有安全改路，你还你改社会公平正义应该给我们花东地区民众你的可能透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图表，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花东两地不是西半部跟东半部地区明明是在同一块岛上，可是却有明显的有形的距离。我们来看一下全台湾省道总共有28条，东部就是一个滨海的台11线，跟我们在纵谷地区的台9线，西部呢就有26条。国道全台湾总共有6条，东部挂零，我们看到全部都聚集在西部。那么快速道路呢，次一高速公路下一阶的，总共全台湾有18条。东部很遗憾的又是挂零，其他全部都是在西半部。你西建客风部，你个向冲，你就是一个市区也加了机会讲出来抢卡手。该个欣赏系吗？你也上去讲的啦，因带研究落来看到个电视墙也就是越伤心啦。无看到都好，看到越伤心看到有44条，因为末班条讲起来对因为东部人无公平啦马政府爽来解都6年前都会讲对不起我们花莲人实在是对不起30年。你这个花东快速道路再开下去，可能要开10年8年了。我可以告诉你，可能要对不起我们50年了。所以讲起我们等到有一天真的要有高速公路，这个快速道路可能要用20年了。那20年以后再有办法想要做一个高速公路，可能要50年以后。所以讲起来真的对我们东部实在讲起来，交通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几年前我们去大陆在大陆有一个顺口溜他说少盖房子多种树还有一个叫做少生孩子多开路。这个大陆几年前都会少生孩子多开路，这个是一个交通好不好？你看你下现中介出面大部分都是跳那么澎湃结果第一道高速公路做好冇啊？会等啊，会等啊，我继续等啦好，感谢线上讲出几个意见，还有马上为到意见表达出来，举手。好，你可以提讲。这个花莲呢是观光立县，那观光首要的条件呢是交通。好，这个游客呢要进入花莲，一定要从交通各方面进来。假定交通不方便、不便捷的话、不迅速的话，游客就不来。那我们瑞穗呢，在这个温泉区里面开发，已经有2家非常大型的业者要进来，结果已经准了。但是几年来他不敢正式的开工，投资却步。对，原因是因为投资那么多的资金下去之后，那客人怎么来，他是唯一评估的条件之一。就开车没？对，那开车来怎么进来？时间，
还有这红绿个灯，还有弯三弯，慢慢走这样。好，路断掉啊，客人不来，那么庞大的这个投资呢没有办法回收，这个就是他们胆怯的地方。所以交通也就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这是有关联的。对 ，OK， 所以很需要一条好走的路。好是。副总感谢来个欣赏，还有个馈奉其他感乡亲朋友，来，请举手发言。所以针对快速道路，我想本人针对我们乡民的需求啊，提出一点这个建言的哈，也就是快速道路我们每一个乡镇啊，大约距离20公里左右，是所以不管是公路局的那么多构想，是新辟道路或者是共构，其实我觉得共构是成本、时间最省的。那但是经过市区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新的道路了。我是希望说，这个政府单位真正能够有心来新建这一条，而不是喊口号而已。好的，其实工程技术的问题，待会我们会继续请教公路总局。我们谢谢这位大哥代表地方把意见表达出来哈。这边问题我也请教一下我们花东纵谷的处长处长。其实呢，我们讲到说花东的观光大县，刚刚几位出名就提到，其实生活的需求、观光的需求、产业的需求，在我们的整个纵谷区管理处现在正在规划当中，是不是也把交通纳入到我们整体发展里面一个关键？花东的这个快速道路，当然对未来的观光游客容易到达，那当然有绝对的帮助。但是在它还没有完成之前呢，就我们花东纵谷对整个花东地区的观光呢，我们目前呢也是不能停歇，我们配合交通部的铁路电气化，跟瓶颈路段的双轨化，以及这一些普悠玛、太鲁阁号的列车的增加，我们目前的规划是以所有的火车站当作出入的门户，所以未来的各个火车站的站与站之间呢，我们以这个台湾好行观光巴士，甚至整合了这个火车站旁边所有的业者。我们希望每一个火车站旁边都有能够提供住宿，包括民宿，包括旅馆。所以以你们的角度为主，还是以铁路为主，公路为辅，但是两者相互结合？对，还是以这个我们目前呢是这样子的规划，但是我们的长远的规划也是希望未来能够由铁公路复合的运输。来做整体的长远规划。可是听起来，其实现在复合型现在也在做，可是为什么功能不彰还是会得到很多的一个小小的民怨？为什么还是没办法普及？这可能一个问题。我们先谢谢处长的回应，我们再来看一份资料我们就可以对这整个议题会一个更清楚的了解。确实政府在这几年开始加快脚步，对花东的交通建设有了一些进步。我们来看到其实现在有几个陆续在做的工程，对将来花东地区的交通是有帮助的。又可以修改，你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苏花改，预计在106年就可以完工喽。当然，苏花改秀轨后了会有后夯嘛所以可以增加它的运能。那再来一个呢，就是南回拓宽，往南走南边的南回公路也已经完成这个拓宽工程，预计在106年完工，跟这个苏花改同一个时段一样，都可以提升动能。还有很多台九线改拓宽工程，现在陆续正在进行中，加快脚步，赶快做。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台11线滨海的这条算是观光大道，因为紧邻海边，非常的壮观，非常的美，所以是走观光路线，跟可能就业需求、产业需求是另外一件事情。这已经完工了。好，还有一个就是花莲到日本，就是花东铁路电气化。好消息，103年的6月份就是今年的年中就可以完工了，一样增加了动能，甚至是把花莲运能提高到2%、3%、2%这么高所以这个产生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花东铁路的服务效能，刚刚我们的处长也一再做补充了，都会提升。那这边委员我想请教一下，看起来各方面的配套资源都已经挹注，很多工程都在进行。那我们看到一个状况花莲是一个狭长地形，大概全长花东大概200公里那么长，在花莲纵谷区这个鱼肚大肚子的位置北边的苏花改快好了，南边的南回公路也快好了。那将来呢，这好像血脉一样，都通了，大量的游客人潮进来。可是呢，会不会到苏澳的时候，因为往南走，好，到苏澳就走了，到资本的也一样，好，到资本就走了，反而纵谷内的这个变成一个空窗，这是一个问题吗？是没有错。我想花东快它在整个我们花莲的整体的布局当中花莲整体的规划，按照东部永续发展的计划，是有所谓的双星花莲市、玉里镇双星3轴，就是所谓的森林那么海洋以及这个绿廊这3个轴带。那么如果说你只
对北有这个观光客从苏花改过来的话，事实上刚刚小齐所说的，在整个纵谷区是我们的花东的一个肚子的最广泛的地区，需要有一条大过于台九线那么它一个弯弯曲曲，而且有红绿灯的这样子的一个交通，那花东快当然就是绝对是唯一的一条能够让我们速度方便，所以我说它是一条便捷的快速道路。那么整个花东快速道路它不但有带来经济的发展以外呢，它也能够弥补平常火车虽然说铁路电气化到今年6月份，各位乡亲就可以一票到底从中南区的火车站坐到台北去，不用在花莲转车。不过功能可能不一样，因为快速道路它是随时可以下来的。随时车子开了就可以过来，这是一个全面的道路。我先谢谢委员。所以其实说起来，这花东快速道路它可以满足地方要自我满足那个需求。那公路总局副局长，我问你想请教一下了哈。目前这个工程看来在整个地方上需求声音都出来了，不过现在实际上它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不是面临财政上的困窘？将来这条路怎么样从无到有，从开发规划到真正通车，怎么样可以落于实现？我们现阶段的一个评估，老实说，在经济效益的部分是有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但是不符合经济效益是这样吗？但是我们现在讲说考虑的东西不是只有这个部分而已，我们有一些刚刚各位乡亲所提到的问题，我们必须是在我们要去深度探讨的。但是在这里面花东的一个建设来讲因为它是比较特别，因为我们在整个路廊里面，我们经过了很多地质的一个问题就包括断层带，包括地质敏感带，这个是技术上要克服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环评上，环评上会有人遭遇到的一些挑战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先去思考怎么样来处理。就像我们当时苏花改在做的时候，也是一样有环评的问题，但是我们一步一步的。所以现在都还是在评估的阶段嘛。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先把这些问题先把它评估好之后，后面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来做一个建设。好，那我再把问题再请教我们主委，怎么样避免沦为纸上谈兵呢？没错，我补充一下事实上花东快在郝柏村郝院长时代，就所有全国的高速公路花莲台东段已经做过环评。而且这个计划已经环评完成，因为它不像苏花改一样是穿山越岭，它是一个平原段。刚刚副局长也提到，经费的部分比较容易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河川地，大概是在这个有些共构了几公里里面的共构，但是其他可能会另辟从台193线来。那么对于经费的部分呢，它总共160公里，大概是900到1000亿。那么如果能够以这个高工局贷款的方式，届时当然花莲乡亲使用者付费，我们还争取了庭生还争取了花东发展条例，那么届时能够用花东发展条例400亿能够将贷款的这个本利和来还，那我想这个是交通部可以去这个思考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一条路毕竟它是东部的唯一一条快速道路，也是救命，又是国防，又是快速便捷，因此呢，经济的效益力会慢慢的打开来，更何况交通为经济之母，是怎么样也要想尽办法全力促成这一条，因为它实在存在必要的需求。可能你还大家注大家心上你先协会等下个影片转到你出面台府界讨论，现从继续咧亲密探讨两张议题。
个天然港头咧，就出面台府界讨论现场哦。上半场咧讲到了发动快速投入，系呢发动提起采体的4Q 哦。有讲到咧哈推球线咧必发嘅工厂也提慢重要哦。过你咧看一下，都大家景行都用半天。我们看到这张图哦，就是我们花莲中部这个大鱼肚的部分哈、哦。从花莲来讲，我们现在看到几条重要的这个大血脉，交通大血脉。看到这个红色，这个是台11线滨海的哦。那这个。一条一条这个斑马线，这个就是铁路，花东铁路。那它跟台9线目前这个公路是重叠的。那我们知道那个台9线的拓宽工程是总共这样全长186公里哦。从民国73年的时候就进行了台9线拓宽工程的第一期工程，做到现在103年了哈，30几年了还没有做完。段长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相信都在疑问，这台9线做到什么时候啊？大家好哈，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做整个是规划设计都已经发包在做了哈，就是从那个光复这边以南，就是我辖县光复以南这边都已经在设计在施作了。那在我们现在原则是这样，是说土地我已经取得的部分，我会优先做，像比较相对单纯的。对，3米那个地方现在有一标已经在施工了。那再下来往南的太平溪桥这一段地已经有征收了，我也会优先来做。那现在再来就是说，相对土地取得比较单纯的，我们是尽量利用公有地相对比较单纯的，我们也会优先来施作。那另外针对那个民众对于路线有质疑或疑义的部分，那我们就后续慢慢继续来做。那我们也不是不做，就是说我们要赶快来沟通协调。像我们最近在三民那边也跟地方做几次的协商。做沟通，甚至于意见的调查，民众的意见，我们再来做沟通，再双向的协调，看路线怎么走，或者说怎么取得大家最好的一个共识。我们也希望是说，政府的投资不是对大众一个抗争，是得到一个合作的东西。那么长的一条路，比较难走的、比较塞车、比较危险的，为什么不先做呢？还是说你们是针对土地取得比较单纯的先做，还是有紧急需求的先做？我们是比较紧急需求的，或者说有比较困难的，当然是会有争议的，我们会来赶快来处理来做。我是不是补充一下哈？因为现在讲是说我们整个交通量调查，其实在讲，过年过节有在塞车的部分，大概就是那个安通温泉那一带，就是说台30线跟台9线交叉路口那个位置。那现在讲，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那这地方在玉里的南边嘛，那它整个一路路线就是涉及到我们玉里大桥的一个位置选线的位置的部分。所以虽然是那地方是最瓶颈的可是我们因为在后面也会有做调整，所以那一段也没办法马上就动。所以我刚刚讲是说，我们段长有提出来，他先就那个大家已经取得共识了，那个部分先做，因为有些地方路线到底要往东偏还是往西偏那会涉及到是说我们民地或是那个房屋拆迁的问题，所以这部分要跟大家取得共识那后面会逐步来推动。好，总大哥，谈到两界那边安做回应，伊对提供民众有满意吗？还是讲有建议？我是希望讲，你拓宽道路加推9线那条街，就加像中文讲的、主持人讲的，应该分摊譬如讲，你中期伊咧位的量偏大，也啲南期量偏大，都推动嗰邊量偏大。我们讲个接起来安樣。你講起真正你推。你法令開始慢慢打幾多年咧，而家想打到廣福建，等廣福嗰打到水面，嗰打到玉里，嗰打到富里，公會堂咧，喊磨10萬地位跳起啊，可唔多啊？公司猜，啲東埔嘅民眾竟然愛較堅強地位，希望公務局分攤量偏大，從大鐵路中央嘛，你咧睇到公會堂一條路唔是一張嘢，我通做好嘅，你哋要做結構。好的，公路總局聽到心聲真的要加把勁，再努力好，謝謝。你係講到你推球線必發工廠嘅問題啲啊，國家加緊腳步嚟走它就一條也係重要嘅交通線嘛，就是這個花東鐵路電氣化，預計在今年6月就可以通車。不過總推標，那個請問倘過那個鐵路既然是我們花東居民非常仰賴的一條動線，不過其實咧會差。廢差、小三差嘅時間，可能還係有啲問題，你都提出來問題係咪嘅？坐安補天有銀行拜託我買嘅禮拜日嘅查票，故說大天發一天落去天，普悠瑪號、太魯閣號唔思想全普賣唔多啊，全賣唔多，存到乜嘅？存到一自強號還冇唔錯哦，還自強號買得到哦，故說我講啦。你的路線啊，還冇跟他做雙線的電氣化。你平井路段聽，來光復堂，花蓮狹長加廣告186公里。你的鐵路冇唔錯就夾，但是一天呢火車相會嘛，你單軌聽啊，故說我希望講要量能的提升，服務的提升，
客人的方便，包括解决一票难求，3心年，你法莲、东埔、台东嘅通一天。100都做不好些，100做不好些啦，我做到几时啊？好，我们今天台铁的代表也来到现场，我请教一下，我们现在好消息是6月就可以电气化完工通车哦。不过刚刚钟代表提到的这个双向，因为你知道会测要等时间，也会甚至到班次的班次数哦。就算现在车子可能有换新，坐起来比较舒适，可是真正这一票难求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在这个电气化加快的速度之后，其他的班次上也好，双轨的可能性，或者是它的频繁度也好，这方面的加强跟工程的内容，可以做一个回应吗？各位乡亲哈，那跟各位乡亲报告就，我今天早上从台北搭火车下来，9点半就到瑞穗啊。恭喜你，恭喜你！有时候没那么容易。跟各位乡亲报告一下，6月底电气化通车以后，大概不用9点10分，大概就可以到瑞穗来。那是人人都做得到吗？是这样子，6月底通车以后啊，普悠玛就会在这个瑞穗站停靠了哈。是。当然，这个大家比较关切的就是说，这中间会不会有代车这个运量这个问题哈？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一次的电气化哈，我们大概从花莲到台东中间，我们大概有33公里的区段哈，就针对原来我们评估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交错车比较这个。要多一点时间的地方。对，因为会车你得等。对，等自强等普悠玛。对，是，这个我们有深刻体验。我们在在这附近工作几年哈，实际上我们自己搭车也有这个感受。那么这33公里的这个双轨区间哈，完成了以后哈，事实上这个代车的这个情况就会大为改善哈。我们谢谢这个台铁方面的代表问题。委员，其他其实这你都很关心吧？这个怎么完整化？我是要求哈，这个交通部啊，应该要在104年就开始来规划全面的双轨。那全面双轨有好处，包括玉里土堤的部分跟这个寿丰土堤的部分，通通可以把它变成高架。因为你要双轨，你可以先把一轨做起来，铁路通过以后，再把土堤拆掉，变成双轨。所以这2个部分啊，庭生会在立法院多多加油，多多加油。谢谢委员的监督哈。好，讨论到这片，你要开放不填充哦。实际堂道里边，记得讲出安为非无论是铁路也好，推九线嘅必发也好，还有未来甚至咧发动快速投入吼，就是真正做心哦。大家出体对咧救命，又土树又创业嘅4Q 之外，对安尼产业方面，安尼地哦，咧水母系滚滚嘅台向前哦，又文餐也有咧那个畜牧业都非常阿慢发达吼。对呢啲产业界来讲，又有嘛嘅4Q，就咧卡受咧回应提出问题嘅么？了解大哥。关于今日讲那个发动那个快速投入的事情吼，我现在80人生啊，基本上都像一个本梦样的，本梦啊，几多年就给它按出来呀，实在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啦吼。但是像我哋就农业嘅人，这个农产品嗰种当然白铺啊，相当的困难，吼个运费方面各方面啦吼。像你那个书法界有啲嘅做力啦吼，你那书法界去做好，像你个快速投入去冇做，等于咩像对外水民人来讲，就等于一个零啊，还不是差不多同样嘛哦。所以平常时送东西送那个农产品也好，航推9线可能那运输成本降下来系么？对，那个运输嘅种嘅呢个旅游万啦吼，呢度到台北的时间又长，所以讲运费方面都是要增加。还有我就讲那个优化，你两辆是个可以优化的事件，优化票价都别铺。优化，当多嘅那个优化来到我又摊皮就讲样办，用你水面的蔬菜呢实在非常的降，但是交通方面太差劲了，我们一票就难求了。我们来到要你瑞穗来玩买不到票，等你在家里休息睡觉就好了。他的这个是游客说的话了，都是我们的农民来讲就是要求这一条路呢，能够我们提早来去做好来，我们农产品方面要运输到台北还有我们像我们这个年龄啊，小孩子方面就在北部那边做事情，要回来看一看老爸。是相当困难，再困难了。谢谢徐木一，还有向金佩就了解欣赏。像西部的这个游客说，我要出游的时候心情很好，可是到了花莲这边，尤其是年节的时候，花莲到瑞穗要3个钟头，所以说心情不好。对呀。
光是出门碰到交通的压力，那个玩性可能就打消了哈。对对对。所以其实你觉得要发展在地的观光跟产业的活络，交通一条很完整、便利又安全很重要，关系着你们的产业了哈。对对对。好，非常感谢大家欣赏。好，国际绘本其他家乡亲朋友，大家欣赏以后。我係從事觀光產業嘅人。哦，觀光產業。我最了解啲咧交通對觀光嘅就係需求。其實你講鐵路你啊電氣化，但是有效減冇咁錯，但是一啲遊客來水尾觀光聊嘅遊客70%係即刻開車，冇是遊覽車過來。其實坐火車已經冇多。坐火車已經冇到所以講這公路非常的需要睇擺你水尾到花蓮1點鐘10分鐘就得到你啊公路局部係可以發好方便之後顛倒時間好慢用慢講沿途紅綠燈特別多不管係三岔路行啊全部按紅綠燈所以講呢一個東西希望政府要能力來解決第三，你講遊客到水尾來水尾係台灣全省200人隻鄉鎮觀光產業最發達嘅地方，但是為到交通，遊客冇辦法到來。因他真緊冇辦法到來。原來係咁，所以你其實到了花蓮南埔瑞寮，你台鐵漢的時差下到，可能是因為它門口對門頭，它真正有交通的便利性。坐鐵路到車站還得再轉車，你要判差個狗倉，可能很麻煩。所以我們真正的遊客的主流主階層是那種開車的自由客。私車坐遊覽車最多，所以講一當到你係周休2日嘛，2日1夜。你台北到水尾來根本冇可能，所以講啲水尾嘅產業，兩百30年來全部停頓嘅人，嘅觀光因素差唔多，冇嘛增加，要用拍商來講啦，跳擺1年會到30-40萬，呢一種係8-9萬，咁多，所以人冇方便來，韓國來，呢啊交通好，觀光係好，但是醫療嘅問題，觀光人客到了來，安全最重要。你好，因為花蓮係狹長型，你好，任何的意外還是疾病，你地方嘅消防處是在送到鳳林，冇就送到玉里，也冇乜嘅合理。用咪講，特擺送到鳳林，送到玉里，即刻可能出2000到3000，包車包幾個車，如果到花蓮，因為醫療嘅設備冇嘛足，當到平冇辦法的人家鳳林同玉里來處理，希望相關單位最重要注意呢一點。好，還有其他鄉親朋友反映的嗎？請加收該有冇該線上？我在這裡深深的感嘆到說，我們政府做事是需要鞭策，需要加油。一條台九線做了30多年，做成這個狀況，會不會笑死人？是不能也或不為也，是在不為也。當然，各位長官壓力蠻大的。也給我們說明了很多的這個事實困難，所以在這裡也要感謝各級長官，你們是盡了力。但是上級有沒有重視？如果上級不重視，光在那邊談沒有用。那對我們地方民眾來講，連台九線都可以做成30幾年，那對花東快速道路，你們有沒有更迫切的一個需求？可能要100年了。如果這個狀況要做一個比例的話，我們要請委員多多的在立院給我們加強幫助。我是希望我們的這個政府整個規劃呢一氣呵成，不要做半吊子。比如說你現在花東鐵路電氣化，本來就是雙軌嘛，到現在只有電氣化，還有瓶頸部分做一個雙軌，根本這個就是半吊子的工作。所以要一氣呵成，希望我們的王立華委員多多加油，監督政府，這個一定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它規劃完成。好，非常感謝鄉親朋友提出嘅問題哦。其實呢，發動提起嘅見面，定嚟研究好總算又到鐵路過山，又到那個公路過山，天天走。不過他們花出去的時間成本，有時候都是要30年、50年為一個單位在計算哈。那我請教我們花東縱谷處的處長了哈。剛剛鄉親們提到，他們認為其實這裡好山好水，觀光潛力優勢點非常多。可是他們發現現在的遊客客群大部分還是使用公路者，所以鐵路這一塊固然有，但是可能還是這個公路方面的這個交通的加強是
不可或缺的哈。那你有没有盘点过我们瑞穗以南，甚至到玉里整个花莲南区的观光的这个所谓的珍珠点？你们都说要把珍珠串成珍珠项链，那怎么做？这交通方面怎么样把它纳进来？我们的策略就是未来我们要把每一个车站，都当作游客出入的一个服务点。那规划这个车站旁边的每一个点都把它当作像一个珍珠一样。我们希望游客如果坐了火车到每一个火车站出发以后，可以透过我们台湾好行的这一种车辆，或者台湾观光巴士，以及当地业者的短程接驳业者的短程接驳，那以住宿点为中心，把重型的行李就下了火车站以后，就运输到这个业者的地方去，他们就马上可以从火车站当做一个旅程的开始。这种比较绵密的网络，现在已经是我们规划在做的东西了吗？是我们目前在推动当中。是。好，我们谢谢处长的说明哈。其实，你今边都现场出在谈民众家己嘅资源呢，你也有实际许多牛力福利各则向前嘅受众，还有记到提供嘅产业嘅推标，记到也有留意见表达出来哦。你先透过样片来看，记到係用嚟講嘅。你花東公路冇建設，就等於講兩條路都開到新上為止嘛。我過來就像人呢所謂的公路都冇清黃片，所以講也抒發界都會變做為了冇乜意義嘅情形吼。花東縱谷是一條台九線。因為投入還冇實現到呢，出國呢又投入多有經濟，又投入多有地方的繁榮，冇投入馬上回來投資，歸咎於交通不便，造成整個地方落後，這個是不對的。交通不便不是一個借口，而是你鄉鎮你自己主政者，你怎麼把這個東西，把這個鄉鎮它的一個特色，你怎麼引領？你怎麼去引領到最佳的一個境界？我想這才是重點。花東快速道路如果能早一點實施的話對於我們台東這個觀光的產業非常的幫助。不但可以吸引我們外縣市的這個遊客縮短這個路途的這個時間。3月記到7、9月行的路市場向中講，但像是交通方面可能冇辦法讓銀行來面對自己地方要把地方的特色、地方觀光牛肉要端出來哈。你今日來到水面路洋，水面嘅大家中，水面向中也來到現場，向中你好哈，我想請問你個問題哦。對下該市場向中講其實你提供我7家要端出自己在地的特色牛肉，來下到觀光哈。你請問一下，除咗啲交通方面之外，你水面兩邊有提出的乜嘅內容，做得真正聲音來到兩大波大同發你兩邊嘅發展其實發展園到推動園啦，你瑞穗鄉的特色特別的多，比任何一個鄉鎮都還要多啦。還要多特色。對，我們瑞穗鄉一個蝴蝶谷是全國最乾淨的水質，也是在蝴蝶谷。另外呢，我們溫泉區是亞洲最大的一個溫泉區。不過跳下要業就講，你幾行嘢，你倆聊人見少，你係用半天做乜計賺做得到？咩減少啦？交通嘅問題嘛，挺重要啦。對對咧逢年過節的時候都會塞車啦。平常的話，你看十字路口又多了。來這邊的安全性大家都在疑慮這個問題，還有時間上太遠了。另外一個就是交通問題，你如果沒有解決的話，要來這邊的人口越來越少。你看那總統他有沒有好像明顯的總統也一樣？你看他難得到花蓮縣來，什麼時候關心過我們花蓮？來好，非常感謝你個水面向中，佢講出來佢做向中嘅摸奶好嘅心情唔知大家心情係攞向中強用討論啲咧嚇，還有乜嘅補充意見我提出來嘅冇？請教授。我一直覺得，對於地方產業，譬如對瑞鄉的我們產業的入口意向或者是產業的連結等等似乎是仍然有一些空間。還要再強化。應該要來拜託我們的縱管處長再來施作。好的。謝謝這位大哥提出來這個到請處長回應。還有其他鄉親朋友反應嗎？了解先生你好，那問題講出來你也細 Q。我來補充一件這個關於這個觀光醫療對這個緊急輸送的一個醫療設施。我們除了要迅速
很快的这个速度，假定说这个客人到瑞穗来观光，发生意外，当然啦，晕眩啦、高血压啦什么东西发生的话，或者说在玩的当中发生了一些意外，需要往外送医当然了，这个快速的这个输送是很重要的。周边的医疗院所的这个医疗设施呢，能够提升那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感谢李先生。你好多眼皮强，那个楚总他就李委来做回应，他就结论，请做结论跟回应。好的，刚刚我们有提出说，陈廖安代表有特别提说这个入口的意向。对。那我在这边要举一个例子来做说明了我们瑞穗温泉区目前是全国最大的如果跟万荣乡的全部加起来，大概有960公顷。对，所以那过去呢，为了要推动，把它变成以后容易开花，所以目前正在新定都市计划，就是把这一个农牧用地把它变成一个都市计划的可开发的地区，完成一个法定的程序。那过去因为万荣乡那边还有一些意见，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整合。那现在瑞穗乡的部分原则是瑞穗乡亲比较赞同，所以以瑞穗乡600多公顷先来做新定都市计划，以后就变成让业者或者外面的这个产业资金能够容易进来这边，活化利用了能够依法有据，是免得这个开发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疑难。这政府也都在做，包括这个县政府各级单位还有内政部都在协助做这个事情。那这个医疗呢？这个新定的都市计划如果完成法定计划之后呢，在台九线的两边也划出了一些游客服务的用地。那未来在这个游客服务的用地呢，我们观光单位就会在那边做一些游客的服务设施，就是服务设施就有了。对，它的知名性会比较高，因为就在台九线省道的旁边，是那可以让游客容易到，入口的意向也可以改善，然后也可以做游客的服务。好，我们感谢处长走开会议。那时间交给我们的王委员。那我要跟各位乡亲报告其实打通花莲的任督二脉，向北就是苏花改，106年，刚刚主持人有资料。那么对南来讲就是花东块。那么花东块呢，各位很放心我刚刚一直提到，我已经提了一个花东建设特别条例，我这个会期也就是到7月份，我要把它推过去。推过去以后，花东快速道路已经在公路局现在在做1500万的规划。那我希望说推过去以后，至少要在苏花改106年完成以前要动工。那么动工107、108，这个苏花改的这个车辆从北部拥塞进来之前。因为苏花改是106年完工花东块我们要给它完工，也就晚个2年给它完工的话，这个能够做这个预期的准备是很重要的。铁路的部分，我想双轨化104年我一定会给它推动。那么整个来讲呢，这个交通建设铁路能够优先让这个观光来结合，那公路向南向北任督二脉都给它打通，我想花莲经济绝对没有问题。谢谢委员，继续打通任督二脉。我们也请副局长做回应补充。先跟各位报告我们叶部长是花莲在地生长长大的时候，他每个月都来花莲人花莲部长，所以他一直在要求我们要做好准备。那做好准备的阶段的时候，大家是看不到成果。比如说我们6月要通。现在大家还感觉一票难求，可是6月的部分要通电气化的部分，他已经把17组的那个普悠玛全部进来了，他电联车也都进来了。当然17号那个6月底之后，它整个通了以后，大家就会有新的一个感受。那花东快速公路的部分，它也是要求我们要先做好这相关的准备，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一步一步循序的在做这个规划当中。希望真的未来的路是豁然开朗，连我都很期待总代表你有期待吗？让你的回应结论讲出来。是讲啦，是讲你所有的你中央的民意代表了都包括你各位了总管不管铁路局总局管理处啦，也是你公路局的对你花莲的交通真有多用到的心。我这边讲的是讲你来算最基本的需求，老西埔、老南埔、老北埔中央的大议厅咁难要30年。希望讲抓一段时间，大家较用心到的，因为我想政府係用心，你民众都安心，安乜嘅心？
生意呢，做另外一种呢，唔是攞去做事，哦，你那边有条路，你那边不偏要送医院，咩下方便，最基本的要求，希望你政府当不同谈一道，来你乡亲添帮忙。好，非常感谢众先生嘅发送吼。你发动提起嘅见面哦，虽然大到河山河水嘅围额，不过因为提起嘅围额相对都合配高哦，大家等你阿慢冲嘅集团雾暗期啦吼，是希望你下得到政府重用方面嘅关心，所有嘅资源入到咧，开始咧同工开始做，希望你下真见你交通嘅路线，唔单像系观光嘅市区，还係生活最迫切嘅问题哦。希望都大頭。以上係基本嘅出面大會，非常感謝大家參加哦，又非常大家感謝大家嘅收看，都祝福大家平安快樂哦，一定